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露。澳門的自助餐一向水準唔錯嘅，加上價錢相對實惠。之前其實都拍過新濠天地Mesa 9嘅自助晚餐俾大家睇，不過嗰時係晚市，每位都要800-900蚊㗎。但最近聽講佢開埋自助午餐時段喎，6月25號星期四起佢個自助午餐就會人氣登場。大家最關心嘅一個價位啦，就話原價358蚊，不過就推出開幕限時禮遇，6月25號至7月2號，每位只需要228蚊葡紙。當然零收加1嘅服務費。時間每日中午12點到下晝3點半。具體有咩食呢？就可能未必有自助晚餐咁豪啦，有龍蝦任食㗎啦。咁個價錢平咁多正常嘅。睇佢宣傳就話精心打造國際自助午餐，融合地道嘅粵式特色、優質西式烤肉、經典印度美食、精選嘅日式料理喎。估計可能啲貴價海鮮少啲或者未必有咯。但以佢嘅質素200零蚊一個中午自助餐都相當抵嘅。因為睇返佢平時自助晚餐星期1至4都要799加1，星期5就849，星期6日就889添，加埋1嘅話就成千銀㗎啦。佢哋第一次開中午自助餐，有興趣有機會真係可以 book 位試下。如果有機會試下啦，拍俾大家睇。好，呢集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